苗栗3义发生了恶狗咬伤查某囡仔的事件。一位妈妈呢，带着3个查某囡仔，因母仔囝4个人经过丁仔卡。迄当时啊，某一位店家门口，只恶狗啊是无绑的，佮一看到母仔囝4个人过来，马上狗就冲起去。 乌白加乌白绕，结果造成3岁甲9岁查某囡仔去互咬伤，头、目睭、肩胛头甲手拢伤痕累累。一只乌狗伫店家门口行来行去，一个妈妈带3个查某囝经过丁仔卡，这只乌狗汹涌挖紧，甲囡仔攻击。阿母看到随扭开，母仔囝2个人扑倒坐伫咧涂骹，查某囡仔这时赶紧掠离开，好甲在边仔民众赶紧斗相共，甲乌狗救下，这对母仔囝则通解救。 查某囡仔的头、目睭、肩胛头、手拢有空脆，赶紧送病院。代志发生伫苗栗3义乡，在要好透早，这个妈妈带3岁、6岁、9岁3个查某囝来参观木雕节活动，结果伫路中凶强互狗仔攻击，互3岁甲9岁查某囝拢互夹着。迄当阵斗相共的民众，就是隔壁店家头家，伊讲这只狗平常时啊未出现伫遮。这个住家的一个黑狗。 平常呢不在这边，住在山上。今天在这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这种事情呢，我们也是很担心呐。这只狗敢若是这间店家厝主饲的，记者去遐拢联络袂到厝主。不过民众真正有够惊，因为迄天2早进前，同款的所在都有大人带囡仔过，这只狗就已经伫遐。结果无偌久，这个妈妈带查某囝经过，2个查某囝就互咬受伤。目前双方尚在 协调中，尚未对事主提出告诉。虽望当事人无向主人提告，不过嘛希望主人会当甲狗仔保护好，避免再发生这款代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